颜色的大师哥，欢迎我们全部指导，欢迎我们的严副指导。大家那个台南市经典指教协会那个理事长咱那个讲理事长所有咱各种学生那个我们班主任咱中央传输咱副中央传输来自我们班中的朋友那这个这些常务来情感的那个他比如说领导整个各位小朋友各位男士各位他们一起大家加油非常好非常欢迎非常欢迎非常的交流再过来咱们来咱将过来幸福的不过咱们这个这个是吧实干我一定说起来都参加了所以每年参加的参加的是讲已经参加了但是到当前的这个团队是一起的不过咱的在中央传输跟领副中央传输你这个所在经济上我只能说家平安健康速的这个自由联络你这个所在跟消化人心这个情况那么东西呢我这个做的干脆我可以通过这条里面可以感觉大概性感的整个通过慢慢让性感的所以你这几个你再要做完上下来大花头看重这个情况花头它的产品上这个可能在公司不下但是为什么照料它的超级我们这个说法的你就得你经济的靠用你就得你积极的教育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超级里面经济照料不了刚给出的照料不了都是出来的就是爸爸妈妈你这样的你对他的照料很大的部分但是这些交通结果的结果呢家人父呢在助手照料的这个说明需要很大的这个国家性的慢慢的经济照料的应该是很大也是照料的应该是好来的另外呢因为他这些公务员造型他们的手动他是中完的配合所以国家的战略力量在里面完全是好来的所以这个家的老说的这些的国家的这个上那慢慢的给你放下这种心理的活动所以换起来你这不知道哪回事你那是艺术这个状态的这个艺术状态其他的我们从对的文化提高文化高度的提升叫自己中中华这个是大的尤其是他们来的工作我们的非常重要就是有效无为很影响不是一旦呢高度技术为这个所在我是说咱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天气咱们是说给大家到那里面我们是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一个优质的小的给大家对的最初最结构最老书最常用的跟我一起呢应该就是这个然后所以就说在我大家时间就是到这个可能有他们有多方面的还有刚才要画的话
我在如果如此操作，对你讨论者存在的讨论方式上，我只能从技术的表达来给你一点技术帮助。你这个说的情况是这个情况，我就认为这个情况你快到大家说的要改动我们的。感谢副市长为我们的加油提点。接下来邀请我们光玉堂广场中学的为我们演绎。同时，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新义南京王先生、新义中信陈先生莅临我们的会场，为所有众人们给予鼓励，掌声欢迎他们。那我们请我们的原副市长继续为我们解答。欣赏一名状元典法。今天会考的手记总共有33科，63段，只要做过1到20段，就是今天的评选状元；超过21到30段，就是经济状元；超过31段以上，就是荣誉状元；超过40段以上，就是我们的极地状元。从中极地状元总共有3位，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原副市长为我们解榜，掌声欢迎。一点状元榜，记得立名志上高。一点黄徽，记得立名志上高。再选陈敏瑜，本来品性样样棒。3点进行师，陈荣、陈栋、武德良。请开状元榜，请把提名入院堂。我们感谢我们的副市长为我们今天的活动点开状元榜。接下来我们要颁发极地状元奖。李怡之、陈敏瑜、黄淑薇，请念到名字的优秀状